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咱台湾伫咧基隆港外海电站，顶礼拜五去互一只卡麦隆货船拖登去，海巡有去现场收集证据，不过这卡麦隆货船已经离开，无法度甲扣起来。外界就怀疑这是中国船挂别的国家方便旗，挑工来起无空。学者嘛讲，这无排除是中国边的新出头。连夜600名赤海里基隆海巡人员豆豆接近海上的外国货轮，因为这只卡麦隆级的货轮顺兴39，疑似伫1月初3早起拖登中华电信伫基隆港外口的海底电缆。海巡署赶去现场，要求这货轮回来接受调查。不过伫收证完成了后，这货轮已经驶离开，接原航程去韩国，无法度靠船。不过相关事情的移送检方警办追究刑事责任甲赔偿的代志。中华电信表示，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备援应变机制，无影响国内通讯。航港局是指出，若未来这货轮个申报入港，会派港口各管制员去货轮个通报海巡这单位采取必要做法维护权益。另外，外界质疑这货轮用中文号名，疑似是注册非洲籍的中国权益船。目前议员等待进一步调查清楚。进前马祖甲台湾之间的通讯电缆，真侪摆互中国船只损坏。最近欧洲波罗的海也发生中国货船涉嫌切断海底电缆，也引起关注。他们操作的形式，这是属于平时灰带的一个操作，它让你比较难去追溯去究责，说真正的主使国，去清楚抓住说一些重要的海底电缆的节点，然后以它的技术。不管他是派科技探测用的小潜艇去把它给掐断，还是说他用锚去把它拖断，用像耙子一样把它给耙断，这是中共现有的3项技术是都有办法做到。学者分析，相关情形无排除是中国中间地带作战的开发测试版，除了试探各国底线，也可能测试对台湾进行资讯封锁都爱严格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